香港嘅朋友們嚟中山、珠海買樓定居、養老生活，平時想出街行下睇下周邊環境嘅，冇車真係非常之唔方便㗎。但係好多人呢都搞錯，手持香港駕照可唔可以喺大陸直接揸車呢？係唔可以嘅，千祈唔好貪方便，亂揸車，一旦被查，屬於無證駕駛，罰款、扣車之餘，保險都唔會理賠。簡直係得不償失。不過放心，港人辦理大陸呢邊嘅駕照真係非常之簡單嘅，只要你有香港嘅駕駛證，免試直接換你內地嘅駕照，帶齊香港身份證、回鄉證、駕照原件同體檢表，去到車管所辦理，快嘅話一日就可以搞掂，手續簡單又快捷。換完駕照喺大灣區可以自由揸車、睇樓、買菜、出行。樣樣都方便，出行簡直係零煩惱。我係專注中山、珠海港人房產嘅銷售，唔單幫你執靚房，港人換證、生活攻略，通通幫你搞掂。想知道換證詳細嘅流程，就近嘅辦理點或者揾交通方便嘅筍盤，私信我1對1幫你搞掂。